聽到他啦，送啲文 Mate 70上市之際啊，全世界都覺得 Mate 60系列會跌價，點鬼知個全線升價，仲有市場冇到貨。呢家呢啲咁嘅機，基本上市場係一機難求啊！你哋知唔知咩原因呢？梗係唔知啦，因為傳說 Mate 70嗰啲配置比這個還要爛啊，所以呢段時間啊，一啲上面嘅大佬啊，已經將呢啲機啊全部都大量收貨啊，收咗上去啊，所以搞到依家市場超缺貨同埋全線升價啊！唉，點夠上邊啲大佬玩啊？你話係咪啊？我哋呢啲咁嘅商家仔都係隨大流去啦。有冇要置換嘅朋友啊？呢啲置換嘅唔用嘅，你咪賣過我啦，知唔知啊？Mate 70我都有貨噶，順便過嚟置換啦，高價收低價買，幾好啊嗱，鬼唔好玩，等你啊！